好多長者咧努力一世啊，到退休嘅時候咧，手頭咧就儲咗幾百萬積蓄，以為可以安享晚年啦。點知一個唔小心咧，殘酷嘅現實啊，就係可能咧俾自己最親嘅人或者係俾外人啊，慢慢咧去啃晒你啲錢。近日咧，鼎爺同佢個仔啊，因為錢銀上面嘅風波啦，睇到咧呢單新聞咧，好多人都心酸啊。現年咧81歲嘅鼎爺啊，原來過去多年嚟咧，每個月都係供養緊啊佢個長子李永漢一家5口嘅。不過換嚟嘅咧就唔係感恩啊，而係呢個仔咧變本加厲咁長期苛索啊，幾乎將阿鼎爺啲退休金啊揸乾揸淨。其實咧，好似鼎爺呢一類嘅家庭事件呢，絕對唔係一個個別嘅個案嚟噶，喺香港日日都發生緊。今日咧，我哋就想同大家講下退休理財啊，有3大忌啊。如果你犯咗呢3大忌嘅話，有可能咧守唔住你嘅老本嘅，用4招點樣保護自己咧，辛辛苦苦儲翻嚟嘅退休嘅積蓄啦。退休理財3大忌啊，你會唔會有可能都犯緊呢？第一忌，資產太透明啊！嗱，俗語所謂咧，財不可露眼啦，對外人當然啦，對家人都係一樣嘅。嗱，好似鼎爺咁啊，如果李永漢根本唔知道鼎爺有幾多銀行存款，咁佢就唔會向嗰筆錢打主意啦。鼎爺嘅資產就係因為太過透明啦，佢將自己嘅底牌揭晒俾啲仔女睇，咁無疑就係俾咗對方一個好明確嘅進攻目標啊，誘發咗佢嘅貪念啦。第二忌啊，就係資產太高流動性啊！好多長者以為只要銀行唔執笠啊，放喺銀行嘅存款就係最安全。其實從退休理財角度嚟睇，銀行存款先至係最危險嘅資產啊！就算係定期存款啊，都可以提早攞出嚟噶嘛。唔單止係啃老族會候住你呢嚿錢，外人都會嘅。嗱，有多長者因為唔識得用網上理財啦，就好多時會親身去銀行啦，去處理一啲銀行嘅嘢噶。咁有陣時啲銀行銷售經理咧，見到你戶口咁多錢咧，就會話而家定期好低息噶，不如咧攞啲錢去買基金啦、買保險啦等等。嗱，結果咧好多時咧啲長者就喺唔清唔楚嘅情況之下咧，就俾人 sell 到，就買錯咗啲自己根本唔需要嘅嘢。仲有而家詐騙咁猖獗，銀行存款啊係最快最容易俾人呃乾淨嘅目標。第三忌就係冇退休現金流嘅規劃啊！嗱，好多長者咧退休之後，佢個資產結構咧好簡單嘅，可能係一筆定期存款啦，再加埋活期存款戶口啦。嗱，但係問題就嚟啦，一大嚿錢可以用幾耐呢？你每個月可以用幾多呢？係從來都冇計過嘅。嗱，後生嘅時候可以唔計啦，因為後生嘅時候有工作啊嘛，你不停會有新嘅資金流入噶嘛。但係退休之後，如果冇工作冇收入，咁你就只係靠住呢一嚿嘅積蓄嚟到過活啦。結果咧就出現咗2個極端嘅情況，一個情況咧就係使錢太過大方啊，中意使幾多咪使幾多咯，個仔要錢我咪俾佢咯，咁結果咧俾下用下，發覺原來戶口咧就嚟見底咯，咁嗰陣時先知驚。嗱，另一類人咧就係過度節儉啊，唔敢使錢，成日驚使晒啲錢，結果咧就連咧應該享受嘅退休生活咧都冇。嗱，2個極端咧其實都係同一個原因，就係冇現金流嘅規劃。咁呢3點嘅退休理財大忌可以點解決呢？後面咧就會同大家講。嗱，啃老族形成嘅原因咧可以好多因素啊，但係通常咧都係因為咧家庭教育咧出現咗一啲問題啊，尤其是咧就係父母過度為仔女規劃嘅一個後遺症啊，特別係啲華人父母啦，好中意幫仔女規劃人生嘅，細個幫佢揀學校啦，揀讀咩科啊，大個就揀公司啊，揀工作啊，甚至乎你揀乜嘢嘅男朋友啊、女朋友啊，佢都要幫你揀嘅。過度為仔女規劃人生咧，你就剝奪咗佢獨立生存嘅能力啦。有咩困難呢？佢就會賴落父母度，覺得係父母嘅錯。呢位現年39歲喺河北嘅女大學生喺屋企啊啃老咗16年啊，佢直接怒斥父母：你叫我做嘢，不如叫我去死啦！我而家咁樣都係你哋害噶。所以咧，啃老族都有個共通點嘅，佢哋咧都有一種受害者嘅心態，覺得係父母欠咗佢哋，所以佢哋可以啃老啃得好理直氣壯嘅。好多人咧以為日本啊係全球嘅啃老大國，但係其實香港同埋大陸嘅啃老族咧絕對唔失色啊！大陸嘅啃老現象有幾嚴重呢？如果你去小紅書度睇下咧，有好多啃老族咧係會拍片分享自己嘅啃老生活嘅，而且邊個啃得越廢嘅話咧，邊個咧就係條片越成功，越多人睇啊！呢啲影片咧拍片嗰個人其實未必真係啃老族，但係佢哋就喺度鼓吹緊啃老嘅文化。嗱，大陸啃老族咧最出名嘅代表人物咧就係呢一位張欣陽啊。嗱，佢咧係一位神童嚟嘅，10歲咧就入大學，13歲咧就讀碩士，16歲咧就讀埋博士添。原本咧所有人都覺得佢大好前途噶，但係點知讀完博士之後咧，佢只係做咗短暫嘅外判教師，之後咧就嫌呢樣嫌嗰樣，就唔肯再做嘢，一直啃老啃到而家30幾歲。嗱，大陸咧就有張欣陽
祥作為啃老族嘅代表啦，香港有李永漢啊，成為最近香港啃老族嘅代表人物。唔想退休之後呢，俾啲啃老族嘅仔女呢當自己係提款機啊，咁就一定要識得好好咁保護自己啲老本咯。咁以下呢，就同大家講下4招對症下藥啊，解決退休理財嘅3大忌。第一招應該自細就要訓練仔女獨立，包括生存嘅獨立同埋理財嘅獨立。講到呢度就一定要講下巴菲特點樣教仔啊。佢個大仔 Howard 後生嘅時候想創業啊，從事農作物嘅生意啊，想買塊農地，但係又冇錢，於是梗係問老豆借錢啦。但係點知巴菲特竟然唔借俾個仔，因為巴菲特深知啊，老豆借錢俾個仔啊，個仔十居其九都係有借冇還嘅。但係巴菲特又想幫個仔實現佢個創業夢，於是乎佢就用公司嘅名義買咗塊農地，然後就轉租翻俾個仔，而且租金仲係按市場價嚟收翻噶，1毫子折扣都冇噶。你做得掂咯，咪繼續交租咯；做唔掂，交唔起租嘅，咪執咗佢咯。嗱，連世界首富啊，對於仔女嘅金錢教育都係咁啊，有付出先有回報噶，唔係奉旨嘅。第二招就係降低自己資產嘅流動性啊，令到你自己啲錢好難俾啃老族埋手啊。嗱，啃老族最容易埋手嘅錢就係一啲流動性好高嘅資產啊，包括係銀行存款啊。所以建議做法只係保留4至6個月嘅生活費作為緊急嘅現金啦，其餘嘅積蓄應該係放落去啲流動性比較低嘅一啲產品嘅。唔想俾啃老族攞晒你啲錢，或者唔好彩臨老遇到騙徒呃晒你啲錢，最強嘅防禦方法就係將你啲資產鎖住佢，仲要係鎖到連你自己都攞唔翻出嚟。我自己都攞唔翻出嚟用，係啊，不過只係你唔能夠一筆過攞翻出嚟，但係你可以每個月攞翻出嚟用，就係年金啦。嗱，一筆過將啲錢買落去即期年金嗰度，然之後保險公司就會將你啲錢每個月派翻俾你，直到你身故為止。不過咁，香港年金又唔係話完全攞唔翻出嚟嘅，只要你有醫療用途嘅需要最多可以攞翻100萬出嚟嘅。嗱，以鼎爺有200萬定期存款啱啱到期啦，如果將佢買落年金嘅話咁就變成每個月有接近17,000蚊嘅收入啦，攞到佢百年歸老為止。到時攞剩仲有錢咯，咁咪再分翻俾2個仔咯。一份年金就唔使驚自己心軟，仔女亦都冇符，仔女之間亦都唔使爭啦，咁就唔使傷感情啦。除咗年金之外如果有樓喺手，又係屬於自己名下嘅話，咁係唔係好安全呢？都唔一定噶。嗱，如果你同仔女同住嘅話可能佢會叫你將層樓加我個名啦，又或者賣咗層樓套現啦，甚至有啲住下鵲巢鳩佔啊，霸埋你層樓，趕埋你走都有啊。嗱，東張成日都有報道噶啦，有啲父母抵擋唔到仔女嘅情緒勒索，真係賣咗層樓，將啲錢俾晒仔女，自己錢又冇，住嘅地方都冇埋添。所以如果你有層自住樓係你唯一嘅老本，但係啲啃老族嘅仔女仲要向你層樓打主意，咁不如把心一橫，將層樓走去做安老按揭，亦即係逆按揭啊，將磚頭變成現金，換成每個月固定嘅現金流啊，然後你又可以繼續住，仔女都可以繼續住，但係層樓嘅業權就冇人可以插手啦。嗱，頭先講過啦，退休理財嘅其中一忌就係唔知道自己錢可以用幾耐啊，冇現金流規劃啊。呢2個產品就直接解決咗冇現金流規劃嘅問題啦，令到你自己清楚知道你每個月可以有幾多錢入賬，咁你就可以量入為出啦。第3招，建立一個收息嘅投資組合啊。嗱，呢個組合入邊可以有藍籌股啦、ETF 啦、債券啦等等。嗱，至於建立呢個收息投資組合呢，梗係唔係去到70-80歲先開始建立啦。退休理財唔係叫你退休先至嚟開始理財啊，係要一早開始為退休而理財啊嘛，所以要盡早開始啦。而且買收息股就唔好趁住好似而家咁大牛市啊，股價升到癲咗嘅時候先至嚟買，永遠都係跌市，最好就係股災嘅時候先至吸納。嗱，呢個收息投資組合嘅真正價值就係補充你年金以外嘅收入啊。年金就夠晒穩陣啦，每個月都有收入打咗個底，但係佢唔好處就係佢嘅回報低啊，同埋佢唔會升值啊。所以建立一個收息投資組合雖然佢有機會面對市場嘅波動風險啦，但係佢有升值潛力啊嘛，同年金達到一個互相補足嘅作用啦。第4招啊，最後一招啊，就係透過專業人士啊，為你嘅財產作出保障啦。頭腦清醒嘅時候，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嘅資產啊嘛。但係你唔知道自己會唔會有一日患上失智症，或者係失去咗自理能力噶。咁到時可能就會被啃老族任意擺布啊，轉走晒你啲錢啊。所以趁住自己頭腦清醒嘅時候就委託一位你信任嘅人，可以係律師或者係專業人士啦。喺你失去自理能力嘅時候佢就會代為幫你處
理你嘅財務啦。咁你啲仔女喺你生前呢，就冇辦法隨意動用你嘅錢，咁大家就唔使爭啦。其實理財呢，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，每個人呢，都會按照翻自己嘅性格啦，唔同嘅情況呢，嚟到決定買啲乜嘢嘅產品。最緊要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買緊啲乜啦，唔同嘅情況就要用翻唔同嘅投資，係應對翻你自己退休嘅需要啦。好，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呢，對於退休理財嘅話題有興趣嘅話呢，就記得訂閱我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